为着要鼓励高中生甲大学生会当自来自惯使用台语创作，李港区台语文教基金会举办第2届的百字写台文的比赛。今年报名的人数是旧年4倍，而且唔纳台文系学生，有真侪读护专、新闻系或者是医学系学生拢来报名。 到老的早手团的热烈表演之下，颁奖典礼正式开始。这是李港区台语文教基金会举办百字写台文的比赛，今年是第2档啊。秀英含蕊芳成梨，也会抹粉点胭脂，打扮一身才标致，天生自然无挑剔。这位是今年得到大学组优等的市定瑞，一届以秀英花做主题。伊讲较早伫沙丁堡、泸州，真侪人拢会种秀英花，袂去做花茶。不过因为都市化加上商品价值下降，已经无人咧种啊。伊希望用这条的方式，用文字甲伊保留落来。传统的歌啊，定定会有这款以花来做主题，这款写作的方法，所以我就摕秀英花来做我这届写的作品的主题。 想着旧厝也有走，咧等阮转食饭，大肠就随甲小肠报喜。另外一位得到优等的是高中组的陈冠华，伊写的是你是倒位啊人，写伊对宜兰来到台北读建中，虽然真思念故乡，却因为甲厝里的人想法无同，已经真久无回去啊。 对宜兰来台北读册安尼，我想要未来想要发展台语文的工课，毋过处理的时代无合因的意安尼啦，互因想要我做的代志，譬如讲较有发展的，譬如讲医生还是讲律师安尼。台文的读写也毋是讲普遍大家拢会晓，毋过希望少年人会当来参与来开始投入写作啊，因为要写长的当然比较困难，所以阮就讲，写100字左右就好。 基金会讲，今年来参加比赛的人数是旧年的4倍，而且涵盖科系是愈来愈宽。除了台文系学生报名，阁有护专、医学系、中文系、新闻系等等，显示台湾书写的路愈行愈宽，离台语复振的目标也愈来愈近。记者李阿轩、王兴忠台北报道。